家好，我係今屆英華書院中六畢業生溫祖南 Jonah， 將會入讀香港大學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學系課程。大家好，我係英華書院2024至2025年度中六嘅畢業生，我叫何心如，嚟緊呢就將會入讀英國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地理科嘅。大家好，我係英華書院2025年嘅畢業生蘇小峰，我嚟緊即將去英國嘅曼徹斯特大學讀音樂。咁咧，我自己好榮幸啦，可以獲得深水埗啦同埋九龍地域傑出學生兩項嘅殊榮。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認可嘅。咁而喺整個選舉嘅期間咧，亦都認識到好多嘅優秀同埋傑出學生，亦都可以相互學習。對於我嚟講，亦都係有所成長嘅。咁除此之外咧，喺整個比賽同埋選舉當中，有啲 interview 嘅過程，亦都接觸到一啲嘅社會議題，例如房屋嘅議題，亦都加深咗咧我對社會科學同埋地理科咧呢兩個範疇嘅興趣。最後咧，我自己好記得喺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入邊嘅一句説話：傑出就係付出。我希望咧自己都能夠謹記，作為傑出學生，其實應該要盡自己嘅能力同埋責任去貢獻翻社會。我喺中三嘅時候參加咗深水埗傑出學生選舉同埋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分別取得傑出學生同優秀學生嘅成績。其實當初係喺唐老師不斷鼓勵我之下，我先決定去參加嘅，所以當刻其實冇乜特別大嘅期望，都係諗住志在參與累積下經驗感。所以當我知道我獲獎嘅時候，其實我都好驚喜同埋好感激，好感激唐老師啦，同埋其他一直喺度支持同鼓勵我嘅老師啦、同學同埋爸爸媽媽。另外，我都好開心喺呢啲選舉途中識到好多新朋友，去拓闊我嘅社交圈子。得到傑出學生嘅獎項咧，第一個感受當然係好榮幸啦。咁但係呢個感受咧，其實唔係嚟自得獎本身，更加多咧係嚟自於喺選舉過程啦當中嘅一啲經歷。因為咧喺一個過程裏面咧，認識到好多唔同嘅同伴，其實佢哋都好出色，亦都係各擅勝場啦。有人叻音樂，有人叻體育，而呢一啲咧係真正讓我體會到一句説話咧，就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我好榮幸攞到獎項嘅原因咧，係因為能夠喺佢哋當中去得到呢一個殊榮，亦都係同佢哋咧一齊經歷咗呢一個嘅過程啦。亦都更加高興嘅咧係透過呢一個選舉嘅機會啦，我係更加認識咗自己啦。正如啱啱咁講咧，有好多好出色嘅同伴，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有機會可以審視自己究竟有乜嘢過人之處，繼續做好佢，亦都可以咧睇翻自己有咩不足之處，向一啲咧係喺各方面有過人嘅同伴咧繼續去學習，而最後咧。最重要嘅就係喺選舉過程裏面咧，認識到呢一班嘅同儕咧，同佢哋係建立咗一啲深厚嘅友誼啦，或者關係聯繫。呢一啲咧，其實先至係個過程裏面咧最珍貴，亦都係讓我咧可以不斷成為更加好嘅人嘅原動力。其實要講喺英華深刻嘅經歷咧，係數都數唔晒。不過其中一樣令我到而家都記憶猶新嘅咧，就一定係2023年學校咧慶祝205週年校慶嘅時候舉行嘅校友會晚宴啦。當晚我好榮幸咧，有機會同校友黃修平導演咧一齊做當晚晚宴嘅司儀啦。而喺呢個過程裏面，無論係同團隊嘅準備啦，更加深刻嘅咧就係當晚晚宴嘅盛況啦，由18歲到80歲嘅英華仔都有啦。而令我深刻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加入英華嘅時候，英華已經過咗200歲嘅生日。迫在成全呢一件事咧，對我嚟講本身係相對虛無縹緲，但當晚咧就令我實實在在咁樣感受到呢一句説話背後嘅真正含義啦，同埋英華呢一所嘅青年之家200年嚟咧係點樣去聯繫一代又一代嘅人，承載住佢哋嘅青春，然之後咧將呢支嘅火炬呢個英華嘅精神一路傳落去，對我嚟講其實好有啟發。經歷最深刻嘅一次咧，就會講到係我中六嘅時候喺英華參加呢個 Blessing Cup 嘅足球比賽啦。咁我自己本身其實都好中意踢波啦。喺中六嘅時候，希望同班一齊所有同學咧中意踢波嘅同學都去參加呢一個嘅 Blessing Cup 嘅足球比賽。咁最後亦都好成功組到隊啦。咁亦都邀請埋我哋班主任蘇 Sir 咧去擔任呢個守門員嘅位置啦，一齊同我哋落場去踢波嘅。最後我哋都殺到入去決賽嘅階段啦。我哋嘅主科老師咧，4位嘅主科老師都有嚟到去觀賞我哋嘅球賽啦，支持打氣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十分之難得嘅事情啦。咁雖然最後輸咗呢場比賽，咁但係其實
對於我哋班，對於自己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呢一份嘅比賽嘅精神，大家一齊熱血喺球場上拼搏呢，其實係真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嘅。喺英華讀咗6年，其實有好多深刻嘅經歷，但係如果要揀一個最深刻嘅呢，應該就係最近去澳洲嘅 music tour。咁去澳洲 music tour 一共有4個團，而我係一次過玩晒呢4個團。雖然排練嗰陣時好攰，但係有得同師兄師弟一齊去一啲好多世界級嘅舞台，踩到呢個悉尼歌劇院嘅台板，其實係真係好深刻嘅經歷。另外啦，喺咁多嘅排練之中，或者去到澳洲去玩表演，有比賽有大師班，經歷過咁多事情之後呢，其實係彼此互相更加認識啦，兄弟情亦都更加之濃厚。喺人格培養方面，影響我最大嘅老師一定係唐老師。喺我參加學生大使嘅期間啦，喺一啲訓練同埋服務之中，佢都教咗我好多關於禮儀嘅細節，更加係俾咗好多信心同埋機會我，去俾我去培養到自己嘅自信心啦，同埋一啲待人處事嘅態度同埋技巧。而興趣培養方面呢，一定會係音樂部門嘅袁永軒老師。咁佢教咗我6年音樂啦，上佢嘅音樂堂嘅時候，佢都講解一啲好廣嘅 topic， 有中樂啦，有西樂啦，更加有流行曲，亦都令我大開眼界。佢亦都俾咗好多機會我，俾我去參加好多唔同嘅團啦，有中樂團啊、西樂團、choir、band 等等。喺 Form 5嘅時候呢，亦都俾我擔任 music captain 嘅位置，令我對音樂重拾咗好多嘅興趣，甚至乎我嚟緊大學讀 music， 我而家嘅 career 諗住去追隨 music， 都係因為佢嘅影響。其實你英華遇上嘅每一位老師咧，都為我帶嚟好唔同嘅影響。咁但係我真係會話係改變我整個高中生涯嘅一位老師咧，就係唐文老師。因為咧好得意嘅，其實我喺英華6年咧都冇機會俾佢教我任何一門嘅學科啦。咁但係自從我中4去加入學生大使嘅團隊開始咧，佢係不斷一次又一次咧俾咗好多新嘅機會我啦。雖然呢啲機會咧開頭睇落都好似挑戰，但其實咧睇翻每一次咧都係唐老師俾一個機會我，鼓勵我去突破自己嘅舒適圈啦。咁亦都係發掘咗我自己嘅潛能啦，同埋咧去啟發咗我咧去揾到一啲我以前從來都未有過嘅諗法啦。好似第一次咧就係佢邀請我訪問一位商科嘅師兄，而呢次嘅經歷咧就啟發咗我今日揀大學嘅時候咧選擇係揀商業啦。而之後咧，我從來都冇諗過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司儀或者係主持嘅能力，但係都係唐老師俾我咁多次嘅機會咧，令我發現原來自己咧喺呢方面都有少少嘅才能。而咧，唐老師亦都好關心我哋嘅個人發展啦，唔單止講緊淨係推薦我哋去選傑出學生，更加係平時嘅生活裏面咧，佢都會好關心我哋平時嘅個人成長係點樣。每次同佢合作咧，其實佢都會喺點樣待人處事或者做好件事上面咧，俾好多唔同嘅建議我。每次咧，其實我都喺佢身上獲益良多。所以咧，我想同唐老師講，其實咧同你合作真係好愉快，亦都好開心，有機會咧能夠喺你手上咧一齊做過咁多次嘅嘢，同得到咁多嘅機會。多謝你，唐老師。咁喺整個6年嘅中學生涯入邊咧，其實即係影響我嘅老師咧有好多位啦。咁如果真係要講一位嘅話咧，我會好想多謝嘅就係蕭文儀老師啦。咁佢就係教我中2嘅時候地理科啦，咁同埋中5、中6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咁其實記得中2嘅時候讀地理科啦，當初都唔係有好多嘅認知啦。咁而當時係上緊網課，咁但係我記得 Miss 蕭每一次都係好認真啦，好循循善誘咁教我哋去點樣做一啲嘅練習啦，同埋認識唔同嘅概念詞。咁其實亦都係我對地理科嘅產生咗興趣嘅一個嘅起源。咁另外上到高中嘅時候咧，咁都好有幸啦 Miss 蕭繼續教我嘅時候咧，就係教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咁其實呢一科咧嘅範圍都好廣闊下㗎。咁但係我就好中意 Miss 蕭咧會上堂嘅時候用一啲好生動一啲生活嘅例子啦，去解釋翻、説明翻一啲嘅概念詞。除咗喺學科上面咧，其實 Miss 蕭喺學科之外咧都幫咗我好多。咁啊，包括咗係英國嘅升學啦。咁當時其實我都有好多嘅問題啦，好多嘅疑問啦，心中未必可以揾到相關嘅朋友可以解答到。咁所以都好多謝咧 Miss 蕭俾咗好多嘅意見俾我啦。咁而最後好想講嘅咧，就係我自己參加過啦，喺中5嘅時候上山下海日之團呢一個geography 啦，同埋係公社科咧一齊合辦嘅呢個遊學團 ，Miss 蕭啦去引導我哋啦，咁同埋俾咗好多嘅建議俾我哋點樣去修改嗰啲作業嘅。咁所以好多謝 Miss 蕭每一次都不辭勞苦咁樣啦，去俾好多意見俾我啦。咁所以我都係非常感激佢喺呢幾年嘅照顧。咁
咁未來咧，我打算首先喺大學入邊，我會修讀地理科啦。咁好希望可以把握到一啲實地考察嘅機會咧，例如可能去一啲嘅熱帶森林啦，一啲嘅冰川嗰度去做考察啦。咁至於人民方面，其實亦都好希望可以，例如去唔同嘅國家去做一啲交流啦，去體驗下當地嘅生活等等。希望可以探索下唔同一啲新嘅地方啦，例如東歐啊，甚至係南美洲咧。大學之後咧，我都 plan 可能都會繼續進修啦，可能會讀碩士咁樣啦。咁之後咧，我亦都有機會咧，應該會翻嚟香港啦。咁我希望係可以用我自己喺大學入邊學到嘅知識啦，去貢獻翻香港，就可以幫到香港啦，去探討下例如可能酷熱啊、暴雨呢啲等等嘅議題，可以點樣有啲咩應對嘅方法。咁嚟緊我會去英國嘅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讀音樂啦，跟住之後咧好大機會去英國或者德國啦，讀 Masters 讀作曲啦，或者去讀指揮。咁喺呢段時間咧，我亦都會嘗試去參加多啲唔同嘅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啦。關於樂團嘅包括有指揮啦，包括有唔同嘅作曲嘅 seminars 啦，有一啲 choirs 嘅大師班啦，咁樣去見識到更加多嘅嘢，去學到一啲更加好嘅音樂，識到更加多好嘅一啲音樂人啦。咁我終極嘅目標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個指揮同埋一個作曲家。我嚟緊會喺大學修讀商科啦，咁我計劃把握每一個機會，繼續咧去積累喺唔同嘅領域同埋唔同地方嘅體驗啦，包括海外嘅 exchange 啦，或者國際交流等等。另外咧，喺畢業之後咧，我希望投身靈活度高嘅商界啦，喺發揮創意解決問題嘅同時咧，可以推動社會嘅正面發展，做一個對社會咧有貢獻嘅人。最後咧，我亦都計劃喺課餘啦或者公餘嘅時間，繼續參與社區嘅義務工作，服務呢個社會有需要嘅人啦。同時亦都希望咧有機會可以咧翻嚟英華幫手帶領師弟，可以回饋呢一個教識我咁多嘢嘅青年之家。我哋每個英華仔都以為6年係一段好長嘅時間，不過時間其實唔等人嘅，眨下眼我哋就會由一個中一啱啱踏入書院校門嘅新牌仔，變成一個中6受人尊敬嘅大師兄。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其實最重要嘅當然係珍惜時光。我希望每一個英華仔，你哋都可以珍惜同你哋身邊無論係老師、同學每一個相處嘅時刻，每一個相處嘅機會，好好記住呢啲嘅時間，同佢哋打波吹水，好好珍惜。更加重要嘅係喺呢一段旅程裏面，唔好將自己框限喺一個 comfort zone 裏面。好多時咧遇上一啲新嘅機會，其實我哋係要捉緊，因為機會同時間一樣都係唔等人。我哋可能會好驚自己做唔到，但其實更加可敬嘅係我哋可以勇敢面對。無論一個英華仔又好，一個傑出學生又好，其實最重要嘅係無懼挑戰，砥礪前行，然後成為更好嘅自己。只要你相信自己做得到，然之後盡力去做，就算結果係未必成功，其實你已經贏咗。咁第一樣咧就係我希望大家咧可以珍惜喺學校6年嘅時光啦。珍惜喺學校每一分每一秒，可以同同學仔、同老師係一齊相處。如果有機會，其實例如小息 lunch time 打下波，同同學仔出去食飯，甚至可能同老師傾下偈、閒聊下，其實都係一啲好好嘅時光。好希望大家係珍惜每一段喺英華，無論係學習緊啦，定係參加緊課外活動啦、上堂嘅時間。咁第二咧就係我希望咧咁多個英華仔師弟咧係多啲相信自己啦，同埋去多啲鼓勵下自己嘅。英華仔其實係好有能力、好有 potential 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啲俾自己一啲嘅信心，多啲去鼓勵下自己，多啲唔同嘅嘗試。咁我相信呢係你哋最後會成功嘅。我想同英華仔講，最緊要係闖出自己嘅新天地。只要你夠進取，不論係學校、老師、師兄師弟，都一定會全力支持你。另外，最緊要參加多啲課外活動，發掘自己嘅興趣同埋潛力。加油！